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表示，有真侪野拢足水的。目前台湾的野有78棵4805种。研究所伫2014年建立台湾飞野资讯的分享站，到今呢超过10年，累积80万笔以上的资料，希望未来会当将做自然教育、公民科学的一种教材。Light on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Taiwan. 电火点到侪野飞来，研究员伫边仔翕相观察。过去大家拢感觉蝴蝶真水，也都袂去特别注意是蝴蝶也是野。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表示，其实有真侪野和蝴蝶同款拢足水的。目前台湾已经正式记录的野有78棵4805种，种类真丰富。所以研究所也伫2014年建立台湾野的资讯分享站，通互一般民众和研究者熟悉台湾丰富的物种。每一笔资料都有一个这样子的页面，所以每一笔资料你都可以知道它的，这个采集的拍照的地点，包括它的县市乡镇、它的坐标、它的海拔高度、它的学名，这个学名出处什么地方，经由这个学名，你可以查到下面的各种连结，得到更多的资讯。研究团队表示，到单网站已经累积80万笔以上的资料，部分是研究团队调查小组提供，另外一部分是公民科学家，也就是侪介意野的友志。其中一位国中3年的学生，伊自国小就开始观察，目前提供2万多笔的资料，是提供资料排名第4济的人。大概有一些地理上的或生物上的一些知识会慢慢学习到这样子，可以从低海拔的物种也可以看到高海拔的物种这样子，所以多样性很高。陈同学表示，这款成果累积落来真有成就感，也因为安尼熟悉台湾丰富的地理环境。另外，研究所也表示讲，因为目前累积的资料量介济，有一寡较接看到的物种，通看到伫全台湾分布的位置和数量，也使运用伫农林业的研究，希望未来扩大使用族群，成做是自然教育、公民科学的一种教材。记者张家嘅柯秉哲台北报道。